来，这个疫情的高峰也未过，台中市长罗秀燕早起走一步声来宣布，高中以下学校远距离教学，搁来延长1礼拜，也就是6月初10进前，学校也是继续停课来做线顶教学。消息公布了后，中江岛生活圈的南投县甲彰化县政府，也搁有云林县、嘉义县市甲宜兰县，嘛宣布讲对咧继续停课1礼拜。组员或者组长来说明一下。囡仔看白板电脑，听老师咧讲解那些功课，像安尼爱搁做偌久？台中市长罗秀燕早起带头宣布讲，高中以下学校远距离教学搁延1礼拜，也就是6月70进前，同款暂停实体课程。确诊人数就破万例，这里面包括946个孩子，也包括107位老师，超过1000人。停课不停学，再延长1周。罗秀燕强调讲，市内确诊人数囡仔甲老师的比例偏悬，所以讲决定搁延。疫情这么严峻哦，其实是延长是比较好，对孩子比较有保障啦。才刚打疫苗而已，还没有保护力，所以我觉得其实本来就应该要再停个1、2个礼拜。真侪家长听到了后，大部分拢赞成，认讲即马台中疫情遮严重，会使减少卫生风险。也毋过嘛有家长认讲这无方便，因为上班都要搁请假照顾囡仔。跟上班啊，上班的时间上面要安排就对了。哦，就轮流请假。当因妈妈在走不便打，啊，伊就走暗时啊，做阿公的人就咧甲顾咧。真侪家庭拢是规个遐总动员的轮流照顾囡仔，除了台中、南投嘛安尼宣布。我们南投县也决定从6月6号到6月10号暂停实体授课。南投县政府因为共同生活圈的关系嘛，宣布6月70进前，高中以下暂停实体上课，也有彰化嘛同款。彰化县政府公告暂停实体上课，采线顶的教学，国小、国中、高中到6月12。高三到毕业典礼前1天，有需要照顾囡仔，嘛是会使去学校。希望讲，伫囡仔注射率也无遐普遍的关键时刻，会使降低囡仔伫校园内互相相围机会。我是林依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